台灣唱片銷量榜第3位，蕭亞軒《鑽石糖》。對女歌手嚟講，跳舞或者可以話係不歸路啊！因為當大家認定你係跳舞歌手，當你出新碟嗰陣呢，大家就會期待你嘅新歌，同時都會期待你嘅新舞步噃。Alpha 蕭亞軒入行10年，呢一次當然冇令大家失望啦。加上跨年演唱會票房報捷，之前有傳失戀嘅佢，應該都可以開心翻晒啦。我被你想象脆弱，熱情結束以後，冷靜開始以後，時間開始慫恿，全深愛的人放棄。我不想倒數，還能愛多久？不愛我請離開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會耐心等候，並重新適應寂寞。開始倒數，開始忘記，值得你的愛，我確定不是我。第2位，溫拿 Dancing Queen。同樣係主打跳舞嘅溫拿，新碟開宗明義話要大跳特跳啊，更加用到舞后嚟做碟名添。可想而知，佢喺跳舞方面嘅一團火啊，同時佢對自己一身舞技都非常有信心噃。第1位，林宥嘉《感官世界》。可以擊敗2位女歌手奪得呢個星期台灣唱片銷量榜嘅就有 Yoga 林宥嘉啦。而最有趣嘅就係 Yoga 同 Alpha 竟然喺同一日同一個時段喺西門町舉行簽唱會啊！就以現場 fans 嚟計呢，都足以顯示到 Yoga 呢一張專輯嘅強橫氣勢啊！